王子石，哇！你射球好勁咧，又快又怪，大波出界。我再一次門前解圍，絕招塔 Q。我嚟幫對手解圍，因為我控波出界，所以佢先咁開心。大張術同埋四張術，龍門交俾我啦！我中啊！我朋友幫到手，但係我搞唔掂。我擋到第一下，但係我第二下要揾下嘉榮解決下先。喂！球證，你睇下條界啊，不如你出下 VAR 啊！你哋跑人牆啊，唔好穿窿啊！邊個撳開呢門掣？我可能係一個好嘅守龍門，因為我冇塔 Q。拜拜。